金钱财。在地方的竞争之下，普济镇王孙节王尊用简单隆重的剪彩仪式正式宣告完成，现场热烈滚滚。庙方选择临时基地开工，这只王尊以传统工法，经过1个半月所打造，罕见的乌色为基底，尊头是五角金龙，当架内底还有五块钱，线条以雷金彩画，气势十足，也搁开放予信众添载。普通时爱添载，咱逐间庙拢头是36项物件尔，我108项，迄是主公的要求。所以108项内底，我有包括茶、米、盐、面所有的种种。添载包目标有价18000分，有108样的日常用品及药材，除了展现对王爷的虔诚及祝福，嘛替家己保灾库。王尊像一直到7月24，每暗拢会相当热闹，其中普济灯会嘛再现。7月11将前往日本展出。那因为今年刚好是我们自己的王传教，所以说在我们的主展场里面，我们把这个灯会再把它展出，然后也希望这样子跟灯会的延续哈，然后希望我也是把这个王爷的祝福可以跟我们一起带到日本去。普济灯会跨国交流，今年来到第5档，在日本仙台大受好评。2025仙台台湾灯会将高挂喇叭拍鼓仔灯，同时邀请仙台民众创作200拍鼓仔灯。新作品将在8月份在日本进行评审，并在明年回来到台湾展出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